啊，这个反正这个布就不用钱的，哦，所以你就没有压力啊。你看，一块碎布可以是一只企鹅。退休校长周美纯的布雕体验课给小朋友新启发。所以他是用碎布，不用担心说剪错了、剪不好了，他不会，他胆量都很大。一角一块通通丢不得，搜集创作中遗留的细碎，点缀灵感，也落实生活精神。这就也是一个环保教育，也是一种爱物惜物，因为客家人蛮勤俭的哈。让想象和观察带动手中的剪刀，成人班更不需要照本宣科，讲100遍都没用。我叫他做的时候，他就懂了。玩布雕原本只是为了制作教师贺卡，没想到儿子的结婚喜帖也自己 DIY， 碎布拼贴作品成了散布关爱的仙女棒。用我的智慧，用我的头脑，用我的时间，把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精华，属于我的精华，我会做的，我送给你。还有心底的儿时记忆呢。我感觉这个就像我的童年。赶鸭回家，生气勃勃，好像听得到拍翅声。原住民嫁娶的豪爽喜悦，还有幸福的猫头鹰。周美纯把生活的浮光掠影玩得尽兴。他从海里跳出来，跳出来，跳出来，然后摇摇摆摆，就像一个小朋友这样，然后排队，然后就站在树丛里了。我们也不能说话，会吵了他，那就感觉很像我的小朋友。所以这个大幅作品空豆董奖哎，看得好漂亮。也很爱这个做哎，都是你自己做，都是用拼布。对，嘿哎，对，就是用有的我会用冲凉店的窗帘的哈，窗帘的，哎呀，加着剪特的膜的呀。周校长的布雕作品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体验，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全心投入的赤子之情。空豆董奖，也喜爱七甲做嘅。空豆董奖，也喜爱七甲做嘅。